咱的慈心堂，大助理先生以及跟各位信众，大家好早，大家早安。早安佛光山心灵。我们今天就是要登来佛光山参加咱的使命典礼啦咱今日车顶拢总有7尊神尊咱全部信徒有31位但是咱今日活动我欢迎咱黄老师我们心灵讲堂黄督导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大家鼓掌欢迎的，谢谢。感恩啊！各位首先大家要赞。早安。今日这个行程咱这地下内底我那有啦，就迄个海报内底我那拢有，你叫就是，介绍今仔这个。